各位朋友，大家好！來自中港台、新加坡、馬來西亞、東南亞、北美洲、英國、歐洲各地嘅朋友，同大家講聲早安、午安、晚安先。4年一度嘅世界盃呢個週末呢，就到咗尾聲啦。中國香港、新加坡星期一嘅7月20號凌晨3點鐘就會上演呢場西班牙對阿根廷嘅決賽。呢場比賽呢，就會喺 New Jersey 嘅 MetLife Stadium 可以容納82000人嘅球場舉行嘅。咁另一場比賽呢，就係星期日嘅清晨5點鐘，呢個季軍戰英格蘭對法國。咁喺呢段片出街嘅時候咧，呢場比賽呢就已經打完㗎啦。大家亦都應該喺網上咧或者喺電視咧知道咗個賽果。咁我準確到預測咗呢4強啦。之前就係呢個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同阿根廷嘅。咁呢個視頻呢，主要呢都係會講呢場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嘅。西班牙對阿根廷呢，亦都係我最期待嘅決賽，因為兩隊呢喺呢個 FIFA 嘅世界排名呢都係第一、第二，所以我認為呢係最合情合理嘅一場決賽嚟㗎啦。喺6月中世界盃開賽之後嘅第一輪循環比賽，12組嘅48隊啊，完咗第一輪之後呢。我已經預測咗4強啦，就係呢個法國、西班牙、阿根廷同埋英格蘭。我相信亦都係世界盃23屆以來呢係最合情合理嘅4強啦嚇。你睇睇呢個FIFA 嘅最新嘅每個國家嘅排名1至10啊，頭4隊呢就係順序就係阿根廷、西班牙、法國同埋英格蘭，但係呢個阿根廷同埋呢個阿根廷同埋呢個西班牙都係相差好少分數啫，1970.37分，相對於西班牙嘅1965.061分啊，1965.61，咁跟住之後就到法國、英國咁樣樣，咁所以呢個決賽呢，亦都係我最期待睇嘅決賽。點解呢？一陣間會再詳細講講啊！Allí, capitán. Una isla. Déjame ver. ¡Son los españoles! ¡Prepárense!好，我哋翻嚟講講呢個西班牙同阿根廷呢場決賽啊。西班牙同阿根廷呢場比賽呢，其實唔單止係足球嘅較量啊，亦都係一個歷史上嘅一次重逢。因為阿根廷呢曾經係西班牙嘅殖民帝國嘅一部分。今時今日呢，大部分阿根廷人嘅祖先呢，都係嚟自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兩個國家嘅。我查嗰啲數據呢，就意大利裔呢大概有40%至50%，西班牙裔呢有30%至到35%。咁所以西班牙同阿根廷兩個國家呢嘅淵源呢非常之深厚。咁呢就歷史嘅500年之後呢，兩個有咗呢個深厚歷史淵源嘅民族呢，喺呢個世界盃決賽嘅舞台相遇。所以呢，
唔單止喺足球嘅呢個場上咧係非常之有淵源啊，咁所以亦都係喺一個歷史嘅重逢嚟嘅。我分享多少少嘅歷史啊！大家知道呢個哥倫布1492年咧，就係發現呢個美洲新大陸嘅。咁哥倫布本身咧係呢個當時嘅熱那亞共和國，即係今日嘅意大利人。但係當時咧佢係喺西班牙國王同埋皇后嘅資助之下啦，橫渡大西洋去到加勒比海。雖然佢冇去過阿根廷啊。咁後來咧喺1499至到1502年間咧，有一位係意大利嘅，亦都係效力西班牙同葡萄牙嘅探險家同航海家，叫做Amerigo Vespucci 啊，就去到呢個南美洲東岸啦。咁跟住之後有一個西班牙嘅探險家啊，叫做 Juan Diaz de Solís嘅，喺1516年咧就率領西班牙船隊就到達咗呢個阿根廷同埋烏拉圭之間一個大河口。咁然後就再之後亦都有西班牙人咧叫 Pedro de Mendoza， 就喺1536年咧就係去到呢個今日嘅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咁當時咧佢受到原住民嘅攻擊咧，同埋糧食短缺咧，就佢本來想係喺度設立個殖民地嘅，但係最後放棄咗。然後喺1580年啊，咁就又係一位西班牙嘅殖民官咧，叫 Juan de Garay， 就喺度開始喺布宜諾斯艾利斯殖民啦。我哋嚟講翻呢場比賽啊，西班牙對呢個阿根廷咧，其實咧頭先講咗，其實係一個合情合理嘅決賽啦，因為兩隊波咧而家都係 FIFA 世界排名嘅第1同埋第2，咁亦都係西班牙亦都係應屆嘅歐洲國家杯嘅冠軍啊，2024年佢啱攞咗冠軍。咁然後呢個阿根廷咧，亦都係應屆嘅南美洲杯嘅冠軍，所以咧就係兩雄相遇。咁其實咧今年3月嗰個時候咧，本來兩隊波咧有係一隊洲際嘅國家杯比賽咧，就喺中東嘅，我唔記得咗喺邊度，喺杜拜嘅邊一度。咁因為呢個中東嘅戰火咧，就所以取消咗呢場比賽。咁所以咧，今次嘅決賽咧就真真正正係呢個南美洲同埋呢個歐洲嘅兩隊冠軍嘅一場呢個交鋒啦。咁歷史上咧就兩隊咧就你睇睇呢張圖咧係交鋒過14次嘅。都好平均，大家都係6勝有2場係打和。咁最近一場咧就係喺呢個一場友誼賽，2018呢場友誼賽咧就西班牙係竟然之間贏到6-1喎。當然大家即係出場嘅球員就唔係今時今日嘅陣容啦，當時呢個美斯係都冇上場。咁所以我不作準嘅，但係即係阿根廷能夠俾一隊歐洲波入到6球咧，都係即係非常少見嘅。咁對上一次就係1966年嘅喺英國嘅世界盃嘅一場好似係分組賽嚟嘅，當年咧就阿根廷就贏2-1嘅。咁兩隊嘅交鋒咧，唔止係即係好似國家嘅命運一個重逢啊！好似你中有我中有你咁樣，甚至兩隊國家隊嘅球員與球員之間啊，球隊啊，甚至領隊之間咧，都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啊，好似命運嘅安排啊，好多膠着啊咁樣嘅。
咁首先我哋睇下呢兩位即係兩個國家隊嘅主要球員，10號呢個美斯啦，球王啦，而家呢個19號嘅呢個野馬啦。咁其實兩隊咧都係西班牙巴塞隆拿嘅青訓嘅出身嘅。咁美斯今年39歲啊，呢個野馬就19歲，啱啱過咗生日幾日啊，佢好似係7月13號生日。咁大家睇睇呢幅相啊，咁原來咧當年美斯2007年喺呢個巴塞隆拿啱啱係一個呢個後起之秀嘅一個天才嘅球員啊，咁就當時咧呢個球隊好似係同聯合國咧搞咗個慈善活動咧，就要影啲月曆嘅相，咁就俾啲唔同嘅家庭去報名參加，咁然後咧就竟然之間咧爺馬嘅父親咧就抽贏咗喎。咁呢個 BB 就係5個月大嘅爺馬，就俾美斯20歲同佢沖涼喎。呢個好似係一個命運嘅安排，竟然之間喺呢個19年之後，兩隊代表自己嘅國家係嘅足球隊係喺世界盃決賽呢個見面。咁其實兩位咧喺巴塞裏邊咧都係同門師兄弟嚟㗎，雖然美斯咧就應該喺巴塞咧效力咗成16-17年嘅，咁應該係2022年嗰陣時就離開咗，就去咗呢個法國巴黎聖日耳門啦。咁嗰陣時就啱係爺馬應該係喺呢個巴塞青訓嗰度出嚟，就係亦都係天才橫溢，咁就所以就呢個一線嘅球隊就收咗佢做正式嘅球員咁樣。咁美斯喺國家隊嘅10號球衣咧，當然喺巴塞咧都係10號球衣。而家咧巴塞嘅10號球衣咧亦都係爺馬着嘅。仲有你睇下呢個左手邊嗰個係西班牙嘅領隊De La Fuente啊，我中文唔知點譯。右手邊咧就係呢個Scaloni呢個阿根廷嘅教練。原來當年咧呢個阿根廷嘅教練去西班牙讀呢個教練嘅訓練班睇到上邊嗰張相咧咁佢嗰陣時考第5名喎。影相嗰陣時候咧就喺呢個西班牙嘅領隊隔離着黑色衫呢個當時佢呢個西班牙領隊就係講師嚟嘅。咁所以即係球員同領隊咧都係有咁樣嘅命運嘅安排。跟住你睇下即係兩個國家嘅球員因為好多阿根廷嘅球員都係喺呢個西班牙球隊效力嘅。最多嗰隊咧就係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唔係皇家馬德里，但係都係馬德里嘅。咁就喺阿根廷嘅球員有呢個前鋒Alvarez 啦，有呢個 Smolny 啦、Gonzalez 啦，仲有 Almada 咧，都喺呢個馬德里體育會效力嘅。咁呢個西班牙咧，即係而家國家隊嘅球員有呢兩位咧，都係喺馬德里體育會咧，同上邊嗰幾位阿根廷球員咧係隊友嚟嘅喎。咁巴塞入邊咧就有呢個當然喺阿根廷呢個美斯以前效力過啦。咁而家喺國家隊嘅有呢個爺馬啦，呢個 Dani Olmo 啦、Ferran Torres 啦、柏杜啦等等咁所以佢哋球員之間咧都係老朋友嚟嘅喎。咁英超呢個英超入邊呢個阿仙奴啦、車路士啦同埋呢個熱刺都有球員咧係一齊係呢個踢同一隊波嘅。我哋睇呢個
西班牙呢個最近嘅往績啊，睇翻最近呢6場先啦，7場呢個喺世界盃呢個頭3輪嘅循環賽，同埋跟住嗰4輪嘅淘汰賽嚇。咁頭3輪咧，呢個西班牙對佛德國咧係俾佛德國逼和0-0啊，所以嗰陣時都算係一個小冷門。但係跟住咧，其實就都幾順利嘅，4-0贏呢個沙地阿拉伯，1-0贏烏拉圭，就到呢個淘汰賽階段咧，就3-0贏呢個奧地利啦，1-0贏呢個葡萄牙啦，2-1就贏比利時啦，係唯一今次世界盃就唯一一次失球嘅啫。咁一路佢哋嘅失球數字都非常之低嘅。咁上一場呢個西班牙對呢個法國，大家都記得啦，就2-0嘅。咁已經好耐冇輸過波啦，西班牙嚇。咁呢啲都係一路之前係嘅比賽成績。咁大家睇到最嬲尾嗰項嘅2024年咧，西班牙係喺呢個歐洲國家盃咧係贏咗英格蘭啦嚇。英格蘭當然咧就收腹肌做呢個點隊嗰陣時就攞咗呢個亞軍，亦都係好神奇啦！呢個啲亞軍嘅時候，呢個已經係2年之前嘅事。至於阿根廷咧，阿根廷喺呢個分組賽嘅時候咧，6月17號就贏咗呢個Algeria 3-0啦，贏呢個奧地利呢個係2-0。贏呢個約旦係3-1，咁入到去呢個淘汰賽階段咧，又撞正呢個佛德國喎，俾佛德國呢個逼和要加時喎，2-2加時，跟住咧好彩呢個阿根廷咧就喺加時嗰時候咧就贏翻3-2，咁都贏得好兇險嘅。跟住咧嗰場對埃及咧仲輸2-0添，係靠最嬲尾嘅15分鐘咧。呢個阿美斯同埋其他球員嘅神作咧，就贏翻3-2。咁然後到贏瑞士啦，3-1。咁每一場都係幾乎係好危險嘅，好危險贏波嘅。咁對上一場呢個英格蘭亦都係落後1球之後咧，臨尾追翻2球。咁呢啲都係最近呢2年嘅比賽結果就好幾場輸波都係輸俾翻南美波嘅，1-0就輸0-1輸咗俾厄瓜多爾啦，然後就2-1輸咗俾巴拉圭24年嘅11月，跟住咧24年嘅9月就輸咗俾2-1呢啲都係世界盃嘅外圍賽嚟嘅，嗰陣時嘅外圍賽。咁就但係你睇睇喎，呢個阿根廷咧咁耐冇輸過俾啲歐洲隊喎。好快脆睇睇一啲網上都嘅資料啊！西班牙喺呢個世界盃同埋歐國杯咧係6次入到決賽，5次係奪冠嘅。唯一次輸波咧就係1984年歐國杯咧輸咗俾法國。咁最近4次咧入到決賽，佢就攞到冠軍㗎，包括2008、2012、2024年嘅歐國杯同埋2010年喺南非嘅世界盃啦。嗰年就係佢第一次攞呢個世界盃。咁佢淘汰賽好似有運氣喎，今次呢幾輪嘅淘汰賽嚇。咁喺對葡萄牙一場咧就贏1-0咧，就因為呢個葡萄牙嘅文迪斯應該係左翼嘅右翼，我唔記得咗嚇，都應該係世一嘅翼位嚟嘅。1-0贏咗比利時，就係呢個守門員古圖爾斯受傷出咗之後咧，咁俾呢個阿根廷咧就贏翻2-1。咁上一場對法國又係呢個中堅沙列巴呢個法國沙列巴受傷出場之後咧，又俾呢個西班牙咧就砌低啊！咁所以西班牙咧目前嘅狀態咧，過去2年3個月係37場不敗，
阿根廷南美外圍賽之後咧14場不敗。咁阿根廷咧對法國4-3喺2018年世界盃16強之後咧，阿根廷喺世界盃對歐洲隊咧就連續7場不敗嘅，5勝2和啊。領隊阿根廷領隊嘅淘汰賽成績13勝4平1負喺120分鐘之內啦嚇。咁只係喺2019年美洲國家盃咧就0-2輸咗俾巴西。咁呢個阿根廷嘅4號仔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呢個蒙迪爾咧，佢好似幾好命，一個後備上場啦。對佛德國嗰時104分鐘上場，咁110分鐘阿根廷就反勝3-2。對埃及嗰陣時咧73分鐘上場，阿根廷呢嗰時0-2落後嘅，跟住就3球反勝。對瑞士嗰時候咧85分鐘上場，嗰陣時咧係1-1嘅啫，咁加時咧阿根廷就連2球3-1。英格蘭咧佢又後備72分鐘上場，阿根廷嗰陣時1落後，最後2-1反勝。咁世界盃歷史上咧唯一係一位2次冠軍嘅主教練咧係應該係1934、1938年意大利奪冠嗰陣時嗰個領隊Vittorio Pozzo 咁咧就即係得佢嘅啫。咁另外歷史上有2隊係試過衛冕嘅，就係意大利同巴西。意大利1934至1938，巴西係1958至62。所以今年阿根廷可唔可以破呢個衛冕嘅宿命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咁總體睇世界盃呢7場比賽啦，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各自打7場比賽。西班牙晉級過程咧就啲缺點比較少啲嘅，比較正路啲嘅。阿根廷咧就險啲啦，差幾場淘汰賽啦，爭啲都搞唔掂。咁但係阿根廷咧幾場比賽咧都展現出佢哋嗰種好硬朗嗰種嘅氣質啊。咁西班牙好似就比較正氣啲，係咪咧？可唔可以咁樣比形容咧？咁所以就睇睇呢場比賽啦。我自己就覺得西班牙咧就勝半線嘅，咁可能係55-45咁樣啦。出場嘅陣容我就唔講啦，大家到時睇波就再研究啦。咁但係呢個西班牙嘅後備嘅兵員咧，似乎就比較充足啲嘅，因為仲有幾件嘢咧都未正式出。一個左翼嗰個 Nico Williams 因為今屆好似佢傷病比較多，所以個領隊都出嚟比較少。仲有中場嘅柏迪幾場咧臨尾上場都攞到入球嘅愛勇登阿仙奴嘅中場球員啦 Merino 啦，同埋呢個 Subimendi 都未出。咁阿根廷咧都有幾位嘅，但係即係如果稱球隊同稱球員咧，就應該正路咧就係西班牙贏嘅。咁亦都係可以去睇下係咪證明呢個係新人勝舊人啦。今年係咪呢個西班牙係一隊新人士新作風會贏過呢個美斯嘅一個傳統嘅呢個足球強國，因為傳統嘅足球強國已經散晒啦、死晒啦，意大利都入唔到呢個決賽周，呢個德國、巴西、荷蘭等等，包括呢個比利時都全部出晒局啦。咁係咪應該係強者去贏到最後咧？跟住落嚟咧，我就同我嘅 AI 好朋友 ChatGPT 嘅好朋友豬仔傾傾啦，盡快聽聽佢點樣睇啦。豬仔啊，好啦，我朋友咧就想聽聽你嘅分析，就關於呢個西班牙對阿根廷呢場世界盃嘅決賽，星期一凌晨3點鐘開波。咁你俾一啲你嘅初步嘅分析先啦。我會直接講重點。
西班牙目前喺控球同中場組織上有絕對優勢，特別係羅特里同美里諾嘅調度。阿根廷雖然有經驗，但近幾場狀態波動。如果西班牙繼續維持佢哋嘅高位逼搶同埋年青球員嘅突破力，我預計佢哋喺90分鐘內稍佔上風。比賽會好激烈，但我傾向西班牙微弱勝出。你嘅估計西班牙嘅得勝率係幾多度呢？如果以初步怪率嚟睇，我會估計西班牙勝出嘅可能性大約55到60%。呢個係基於佢哋目前喺中場控制力、戰術執行同埋整體穩定性。但足球係瞬息萬變嘅，所以呢個只係一個理性嘅估計，唔係絕對定論。咁呢一場嘅關鍵嘅勝負嘅因素有邊幾點啊？你可唔可以講講？關鍵因素有幾個，首先係中場對決，西班牙嘅控球同阿根廷嘅防守穩定性，其次係兩隊前場球員嘅把握能力，亦即係邊個能乖住關鍵機會。最後係臨場調整同換人策略，教練嘅決策會好關鍵。呢啲因素綜合起嚟，決定最終嘅勝負。OK， 你仲有冇咩啲補充嘅呢？整體嚟講，呢場決賽唔單止係技術比拼，心理素質同臨場應變都非常重要。希望你朋友喺分享時能夠有更多角度去討論。我呢邊就暫時補充到呢一度。有乜嘢再深入分析，可以隨時問我。再問多你一問呢，就你覺得呢一場嘅美斯啊，同埋呢個西班牙嘅野馬，可唔可以算係呢場比賽嘅非常關鍵人物呢？佢哋絕對係關鍵人物。美西嘅經驗同傳球視野，可能為阿根廷帶嚟致命一擊；而野馬爾嘅突破同年青嘅膽識，隨時打破阿根廷嘅防線，佢哋倆嘅表現好可能左右比賽嘅走勢。OK， 好，暫時係咁多先啦嚇。好啦，喺完呢個視頻之前呢，我就大概睇睇呢個22屆加埋今年係第23屆世界盃嘅每一屆嘅呢個冠軍亞軍一個表啊。咁我唔詳細講啦，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截圖或者去呢個維基啊 Wikipedia 嗰度查查啦。咁我自己本人咧，其實就因為都幾熱愛睇世界盃啊，咁多年啦，我就記得晒嘅。咁就攞得最多冠軍咧，就係巴西攞咗5屆，意大利咧同埋德國咧或者以前嘅西德咧就各攞咗4屆嘅，阿根廷咧就攞咗3屆，法國咧同埋啲烏拉圭咧就攞咗2屆，西班牙同英格蘭咧就攞咗1屆嘅。咁好啦 ，OK 係咁先，多謝大家。